地者嘛，就提醒民众，在收到罚单要纳钱进前，一定都要先看好详细。伫个嘉义呢，有一个姓陈的民众，伊是收到这彰化开来的交通罚单，也毋过迄个时间点，伊人并无伫个彰化。经过调查才知影讲，原来是这警察去掠到2当前的旧资料。目前这张单啊已经撤销去啊，也那警方也有来核实的。 乌色的轿车驶伫彰化丽水的中分大桥，去互警察翕到超速的违规单。但是这位姓陈的驾驶收到罚单，却无啥啥，因为迄个时间伊人根本无伫彰化，而且罚单顶面写的是2024年，真侪资讯拢对比起来，感觉真含糊。那个时间点根本人都还在家里睡觉啊，怎么可能会违规？我一直想说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啊？后来看到照片时间才知道哦，原来。 差这么远，如果是没有看到那个左上角那个2024那么小的字，有的人可能也记不得什么时间，就鼻子摸摸就去缴了啊。警方调查发现，派出所员警5月7日伫中分大桥执行超速违规处理，要读测速机器资料的时阵，煞去掠到2年前的旧资料，才会开出错误的罚单。已经有甲车主会实的，嘛已经撤销罚单。因误读取记忆卡内就有113年同月日。 资料，致造成错误举发情形，本分局查明后，立即联系监理机关办理撤销罚单作业，并致电车主说明及致歉，相关罚单均已撤销。后续本分局已加强远警教育训练。警方表示，已经全面检查自动翕相设备的记忆卡，甲旧资料汰掉，落实审查机制，加强宣导，要求当人遵守相关的规定。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。